Hello，各位球迷，大家好，又係我 Amanda 同大家 update 下最新嘅足球消息嚇。雖然世界盃已經完結咗，但係咧，似乎咧淨係跟世界盃之後嘅新聞咧，真係跟到日日都瞓唔着覺，因為真係有好多唔同方面嘅新聞嚇。首先咧，講下教練方面嘅類別嘅新聞啦。嗱，近排有睇我頻道嘅朋友都知啦，意大利為咗揾一個新教練上任咧，真係搞到滿城風雨啊！咁而家最新嘅消息下，如果再冇任何變更呢，就係、文仙尼擔任意大利嘅主帥嚇。派路就好遺憾啦，亦都出咗一啲聲明啦，就係話自己就好希望執教意大利隊嚇，但係咧因為一啲政治嘅風波，話佢之前同莫斯科一啲博彩公司咧擔任代言人，引起意大利嘅政界咧質疑啊，究竟呢一種咁敏感嘅代言咧，會唔會同俄烏戰爭或者政治有關啦？咁令到派路咧就不被信任。因為呢一個舉動啦，就激嬲咗馬甸尼同里安納度啦。雖然佢哋兩個咧係意大利國家隊新任嘅即係個足協嘅一啲重要嘅位置啦，其實就係想全面改革意大利隊嘅佢哋兩個。但係可惜啦，推薦嘅派路都不被信任嚇，所以咧佢哋兩個就做咗16日就辭職。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係一個好大嘅損失嚟嘅對意大利，因為其實教練還教練啦嚇，即係一個國家佢哋嘅青訓啊、意大利意甲嘅聯賽啊，各方面嘅嘢，其實都會好影響意大利國家隊嘅球員表現㗎。其實馬甸尼同里安納度今次嘅委任咧，唔係淨係揀意大利嗰個國家隊教練咁簡單，佢哋就係想整頓成個意大利球壇出現嘅問題，由青訓、意甲，甚至係乙組啊、丙組呢啲賽事啊。上上下下國家隊嘅表現咧，都係做一個全新嘅改革。好可惜嚇，佢哋兩個辭職。我覺得對意大利球壇係一個好大嘅損失啦。但係意大利嗰個教練咧就唔可以懸空太耐啦。好快佢哋就揾到文仙尼。文仙尼其實係而家喺沙地阿拉伯嗰度教緊波㗎。嗱，其實睇翻有好多甚至派路自己都喺阿聯酋、中東嗰啲地方咧揾真銀㗎。文仙尼就火速上任啦嚇，就將呢一個意甲嘅主帥位置咧拿下，咁樣就亦都出咗一啲文章啦，就話自己3年前咧其實離開意大利國家隊咧，即係個心都好 hurt 啊，因為其實佢係好愛意大利國家隊嚇，因為其實佢真係幫意大利喺2006年之後咧取得第一個冠軍啦，歐洲國家杯冠軍啦，因為一啲同足協嘅溝通出咗問題咧，就變咗要離任，係啦，同意大利足協嗰個當時嘅馬拉高就即係有啲不滿啦，所以就離任咗啦。今次咧再第二次有機會翻去教意大利，佢自己咧就發表咗聲明，佢就話嗱，為咗避免大家嘅猜測啦。我就好想表達自己3年前同當時嘅教練Gavina 出現咗缺乏嘅溝通問題啦，令到我哋當時咧就冇辦法達成共識，令到事情咧就冇辦法繼續進行。國家隊咧對佢係非常重要㗎，冇咗國家隊嗰個執教咧，好似令到佢失去一生嘅摯愛咁嚇，意味住咧你係犯咗錯，無論你以前做得有幾好，你顯然咧都係做咗一啲錯事。對於過去3年發生嘅一切咧，佢係感到非常之抱憾啊！但係命運同馬拉高再次俾我一個嘗試嘅機會，令到我好努力可以翻去國家隊，希望咧帶翻佢應有嘅位置下。好多人對於意大利將文仙尼形同走咗一個回頭路嘅消息咧，感到挫折同不滿下。文仙尼自己就話啦，我好想打造一支能夠重現我哋喺2021年嘅所作所為嘅球隊嚇。球隊嘅陣容咧喺嗰陣時咧，嗰啲天賦球員咧係喺齊度㗎嚇，而且咧陣中嘅球員都好年輕啊，踢出咗好精彩同埋好積極嘅足球。
身為國家隊教練咧，我好清楚有人反對我亦都好努力將球隊咧踢出精彩嘅表現，令到大家重新愛上意大利隊下，原諒我哋過去嘅錯失。更加有趣嘅咧就係呢個 Ranier 喺去年咧喺羅馬執教，至到賽季結束就接任咗意大利國家隊嘅邀請啦。咁而家 Ranier 就要離開呢個國家隊啦。咁佢就話好多謝 Ranier 即係離開咗國家隊，令我哋再次有機會可以翻去意大利執教，咁佢承擔咗呢個責任㗎。咁佢就話咧，上次咧其實佢教意大利教咗5年，佢都好開心，呢個係佢好想要嘅職位。咁今次一簽咧簽咗4年合約，即係話可以帶意大利打歐洲國家杯啦，同埋希望打到入世界盃外圍賽，同埋打到入決賽啦。咁呢個就係佢立下嘅一個宏願啦嚇。咁佢仲話咧，記得上次接手嗰陣時咧，90%嘅記者都認為咧，佢哋係屬於歐洲第7同第8隊排名嘅球隊嚇。咁如果佢哋當時取得30場勝仗7場和局，唯一淨係西班牙可以打破佢哋嘅不敗之身咧，證明佢哋係做啱嘢㗎。咁如果意大利今次可以晉身世界盃，咁我哋咧就即使唔係一個奪標嘅熱門都係叫做比起以前有進步啦嚇。呢個咧就係阿文仙尼嘅上任嘅一個告白啦。咁其實都幾多風波嚇意大利隊，咁所以我覺得 whoever take over 意大利隊咧，都係一個心臟好強大嘅表現。咁我自己咧，老實講，我覺得文仙尼上任咧，我會對意大利隊咧有信心多過派魯，因為我上嗰集都有講過，其實派魯咧做教練嘅戰績係麻麻地下，冇乜攞過冇乜攞過大賽嘅冠軍，亦都冇乜教過啲咩大球星嚇。咁文仙尼的而且確喺2021年嘅歐國杯咧，證明到佢可以帶意大利一個煥然一新嘅感覺俾我哋睇。記得當年嘅佐真奴基艾沙呢啲球員咧，真係打得好活躍，同埋當時佢哋個失球係好少。喺分組賽咧，仲要係全勝，同埋入咗表現一啲進攻型足球俾我哋睇，打破咗意大利係一啲悶波或者淨係識防守嘅隊伍啊。咁所以我自己都好期待文仙尼可以克服重重困難，再一次俾一隊全新嘅意大利隊俾我哋睇。因為其實我諗做意大利嘅教練唔係單止淨係要教好隊波啊，係要面對林林種種嘅政治風波。呢啲都係一路困擾住意大利波嘅。咁既然佢上屆都可以做咗5年，咁我相信佢應該承受到呢啲壓力。咁好可惜啦，馬甸尼同利安納度就辭任啦。我自己其實覺得，如果係前意大利球員去做呢啲職位會好好多，因為始終佢哋身經百戰啦，同埋喺意甲意大利國家隊即係服務咗咁多年，佢哋會更清楚意大利嘅問題。咁再加上一啲技術顧問佢哋近排就亦都請咗一位好有資歷嘅資深前輩出山啦。但係就年紀比較大啲我就真係覺得，如果揾翻馬甸尼甚至揾巴治奧即係呢啲咁有份量嘅前球員名宿去做呢啲顧問咧，會有說服力好多咯。姑勿論點樣都好啦。希望嚟緊我哋有一啲新嘅比賽咧，可以睇到意大利有啲新嘅改變嚇。咁另一邊廂咧就係法國啦，斯蘇斯丹就又係正式上任啦。咁又係表達咧愛的宣言啦，又話自己等做呢個法國教練咧，等到頸都長啦。今次終於有機會啦，因為迪金斯終於落任啦嘛。咁斯蘇先係有機會嘅。其實斯蘇真係好受球員嘅愛戴啦，包括麥巴比都即刻講話好期待同斯蘇合作。咁其實麥巴比咧今次都有2個新挑戰喎，因為佢同一時間咧國家隊同埋皇家馬德里咧都有新教練。皇家馬德里就係摩連奴
即係執教啦。咁啊，聽講而家皇家馬德里都好多球會、好多球員轉會嘅消息嚇，包括雲尼都有可能話唔知係咪賣俾阿仙奴喎。咁啊，睇下嚟緊嘅 transfer window 會唔會有啲咩新消息啦。咁啊，另一方面咧嚇，德國隊高普係啦，高普啊執教啦。咁啊，真係有好多好多新嘅教練係會即係希望會帶到我哋即係一個煥然一新啦。咁啊，巴西方面咧，咁啊都係安察洛提繼續教下，但係今日就阿卡富就出咗個即係一個新聞啦，佢就話如果巴西嘅球員咧繼續踢英超嘅話咧，巴西就好難會再攞到世界盃冠軍，因為佢話巴西嘅森巴足球咧已經俾人即係洗腦啊！啲球員已經喺英超咧冇晒佢哋自己巴西足球嘅特色啦。咁啊，佢自己即係都好擔心啦。即係無論我覺得今屆安察洛提你哋覺得佢個表現有幾唔好或者幾好啦？我又唔覺得有好多負面嘅聲音去話安察洛提呢樣嘢，我都幾奇怪嚇。咁早就輸咗俾挪威嚇，咁啊係咯，嚟緊睇下安察洛提有冇辦法可以扭轉呢個巴西嘅亂局啦。咁啊美國方面啦嚇，肥仔教練啦，都有繼續留任喎嚇，好似留任到下屆世界盃。咁啊，雖然佢都教咗一段時間，今屆美國個世界盃個表現咧，其實喺最後一場比賽咧就被人哋即係取笑得好犀利啦，亦都覺得其實佢根本就贏唔到歐洲波啦。咁老實講，請一個歐洲教練翻嚟，你都係贏翻啲二流嘅，即係次一級嘅南美波。對住歐洲波對比利時輸得咁大啊，個比數4-1，咁啊真係有啲肉酸嘅。雖然嚇比利時最後都係輸咗俾西班牙，呢個係世界盃嘅冠軍係啦。咁啊係咪代表美國雖敗猶榮咧？都唔係嘅，因為諗翻美國對比利時嗰場波咧，美國個表現簡直係好似大人同細路仔踢波啊，完全係唔係一個水平嘅足球嚟嘅。咁啊，我其實好期待美國隊有好嘅表現。嗱，其實如果你睇翻美國隊而家嗰個人腳咧，其實好大部分有啲主打球員咧，其實而家打緊意甲啊，甚至係英超㗎。Balogun 即係今屆喺美國表現得比較亮麗嘅射手。前嗰場攞咗張紅牌，但係阿 Trump 打電話去就可以唔使停賽個 Balogun 嚇，都係我哋美國隊一個風雲人物。傳言就話佢會去打祖雲達斯嚇，咁啊計埋阿 Pulisic 一個完全冇表現嘅美國球員，佢係打緊 AC 米蘭。咁其實而家美國嘅人腳咧，好多都係打緊歐洲聯賽嘅。咁啊，近排有一個新嘅消息，就係一個16歲嘅美國球員啦，叫 Flowers 嚇，都俾阿車路士去收購咗嚇，做一個青年球員。我自己睇到一個幾得意嘅現象咧，就係而家嘅美國美職聯收咗好多準備退役或者係已經邁向呢一個夕陽嘅球員。但係美國一啲新球員咧，當打啲球員咧，反而走咗去歐洲踢波。咁啊，我自己期待咧，美職聯會越嚟越做得好啦。咁啊，當美職聯做得越嚟越好，呢一啲有經驗嘅球星嚇，嚟到美職聯帶翻起啲年輕球員，慢慢 train 翻佢哋點樣去識對應呢一個歐洲嘅球隊啊。南美嘅強隊啊，咁我覺得會慢慢即係提升美國隊嘅質素啦。咁啊，我期待我諗2-3屆世界盃之後，希望美國隊可以真係叫做同歐洲隊有得練過啦。嚇，咁呢啲都係要時間嘅。嚇，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一個國家嘅聯賽咧，都係好影響個國家隊表現啊。好似意甲咁樣啦，而家意甲因為都真係即係贊助嘅老闆又冇以前咁有錢啦，冇咁多當打嘅球員去
踢波啦，你諗下意甲要收留美國嘅前鋒去打呢啲大球會，Modric 啊呢啲即係已經40歲嘅中場都係打緊 AC 米蘭，咁你可想而知其實如果你攞意甲同埋美職聯呢兩個聯賽比較，會唔會大家其實都係相當即係旗鼓咧不相伯仲咧？咁其實有時諗翻都幾悲哀下，咁啊〜好難怪你話意大利點解入唔到世界盃，連意甲都搞成咁。咁所以我自己就希望嚟緊咧關注多啲意甲同埋美職聯嘅球隊啦。如果有啲有趣嘅消息或者有啲動向咧，我都會同大家分享㗎。咁另外有啲幾有趣嘅新聞下就出咗嚟嘅，其實呢個就係包括而家我哋講緊FIFA 咧已經越嚟越商業化。咁最新一個消息下，而家嗰個主席Gianni Infantino 咧就竟然提倡將而家 FIFA 嗰個商業部門即係賺錢個商業部門咧，20% 嘅股份咧就係嗰個叫做 FIFA Forward Enterprise 簡稱 FFE 咧，就出售俾私人嘅投資者下。咁其中有一個比較有興趣嘅投資公司叫 Stride Capital。咁呢個公司咧係有咩關係咧？喂，原來呢間公司其中一個大股東係Donald Trump 嘅女婿個 brother 嚟嘅嚇。brother 唔知係哥哥定係弟弟啦，總之同 Donald Trump 有親戚關係。咁就話想將20% 嗰個20個 billion 嘅 commercial 嗰個部門咧，就拆分20% 出嚟，就賣俾佢哋投資下。咁呢個部門會做啲咩嘅咧？佢就係管理FIFA 嘅一啲商業嘅權利啦，包括男子、女子世界盃啦、Cup World Cup 啦、轉播權啦、贊助啦、license 啦、商業產品啦，同埋一啲hospitality package 咁樣嘅。咁FIFA 咧仲係會去 control 翻呢啲體制嘅，譬如好似啲球例啲賽制嗰啲，咁都係 FIFA 所謂呢個叫體育機構去管理嘅。但係商業嘅部門咧，慢慢竟然有呢個私人嘅投資者入嚟喎。咁證明揾到錢梗係想即係分多杯羹啦嚇。咁有咩着數咧 ？FIFA 211個國家嘅成員咧，佢哋每人咧可以得到呢個2000萬嘅補助即係如果佢哋接受呢一個投資咧，佢哋每個國家咧收到2000萬嘅補助喎佢哋咧亦都可以咧去自己作為一個投資嘅一部分佢哋自己都 open 呢個 bidding 咧係俾佢哋作為一個投資呢件事咧就軒然大波啦。因為有好多人咧就覺得話已經過晒界咯將呢個足球咧搞到咁商業化嘅，仲要有其他人可以影響呢個機構添。有啲 UEFA 歐洲嗰邊嘅足協咧已經咧就話要威脅要杯葛2030年嘅世界盃仲話唔俾佢哋參與下屆嘅歐洲國家盃添。同埋亦都會其實好影響呢個球員嘅日曆啦、休作息嘅時間啦。都係話喂，已經球員其實打完聯賽又要打歐洲國家盃，亦都有以前冇嘅 United Nation League 而家又都即係有埋 United Nation League 跟住又加埋世界盃仲有一個好誇張嘅講法就話將世界盃咧由4年制改為2年制添。真係要將球員嘅即係用到盡呢一啲咁嘅消息新聞咧，其實越聽就越覺得哇，足球嗰個商業味越嚟越濃厚。越嚟越我哋似係睇緊一個 entertainment industry， 好似荷里活咁樣當啲球員好似係演員開多幾部戲俾佢哋拍又揾啲投資者如果賣座嗰啲叫好叫座嗰啲繼續做似係娛樂機構多娛樂同
呢個賭博機構多過似係一個體育機構嚇。咁我自己都覺喺今屆世界盃睇咗幾場波，都有深深咁樣體會到呢樣嘢。咁事態發展就有待大家繼續觀察啦。咁好啦，咁呢個就係暫時我 so far 想同大家分享嘅足球消息啦。再有新一步嘅跟進，再同大家 update。拜拜。